同 Hector 團隊 Kixpo 合作其實都已經超過半年啦。揾佢哋之前，其實我自己都做 SEO 有段時間，但係效果就一般，始終突破唔到個樽頸位。要做研究啦、寫文、更新網站都係要花時間去學同做。Kixpo 現階段幫我哋寫咗至少50篇 SEO content， 都有唔錯嘅表現。唔少 keyword 例如 payroll 公司、best accounting firm 都 rank 得好好。身為一個會計公司咧，我哋都係好需要呢個國際曝光度。而 Hector 亦都協助我哋開拓咗香港以外嘅市場。做我哋今年嘅生意比起上年多咗3倍。亦都有唔少客開始由海外透過 SEO 揾到我哋啦。咁我哋就冇落廣告，專落 SEO 都得到非常好嘅效果。非常滿意 Hector 嘅服務素質同埋成績，非常推薦。